剛才裏邊咧，我哋一齊讀羅馬書哦。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啦。係啊，唔單止咧，聖經裏邊好真實咁樣同我哋講，神嘅愛喺我哋裏邊去顯明，更加咧讓我哋係從心而發，我哋就係咁樣去讚頌上帝佢嘅愛。聖經就係咁樣，因為聖靈就係喺我哋當中。好，弟兄姊妹平安，我哋真係好需要上帝俾我哋呢份嘅平安。今個月初4月3日，台灣咧花蓮7.3級嘅地震，好多地方咧都出現咗倒塌。其中咧呢一張相裏邊係啊，就係地震造成45度傾斜嘅天王星大廈，整棟大廈咧都需要拆卸。4月7號，地球嘅另一邊咧，北美洲就出現一個日全食嘅天文現象。台灣有一個嘅生活雜誌嘅媒體咧，就寫咗一篇涉及到日食同地震嘅生活禁忌文章。咦？好，裡面咧就提到古代點樣睇日食，指出咧古代發生日全食咧，就代表住戰爭紛亂嘅起始點。過往世界咧好多動亂嘅時期咧，都會有日全食嘅。文章裏邊更加講到，耶穌佢被釘嘅時候咧，全天黑暗。有人咧就認為係發生日全食，所以咧日全食咧就有動盪同埋受苦嘅兆頭。嗱，文章嘅後面咧仲接續咧講到日食嘅日子咧就適宜做啲乜嘢，又有啲乜嘢嘅禁忌。嗱，舉一個例，佢話到古代日全食嘅發生咧就容易引起動盪，因為啲負面嘅能量咧就大增，就不適宜同人爭吵啊，亦都不宜衝動行事。嗱，唔知我哋大家聽完呢一啲嘅內容，我哋有啲咩嘢感覺咧？對我嚟講咧，生活嘅常識啦、天文現象、命理術數、吉凶禍福，再加埋咧耶穌嘅事蹟咧，我其實都唔係好捉到佢講緊呢啲嘅邏輯。不過呢一篇文章咧，其實係刊登喺一本好有名嘅生活雜誌裏邊嘅，反映住嘅咧就係呢一種夾雜唔同概念嘅邏輯咧，其實原來好有市場嘅，能夠吸引到讀者，成為所謂我哋而家講緊嗰位咩有流量呢啲嘅賣點。嗱，事實上喺教會外邊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生活緊嘅世界，一種嘅生活文化，一種點樣理解世界發生緊嘅事情裏邊嘅價值觀。今日咧，我哋會睇約書亞記第10章嘅上半部分，同樣都會涉及到一個天文嘅現象，日月停止。讓我哋睇下有冇啲乜嘢文化去影響緊當代以色列人，又或者我同你啊？想請大家咧，我哋一齊去讀出約書亞記第10章1到15節。嗱，我會咧每人讀一版啦，好唔好啊？我哋咧共有6張 PowerPoint 嘅，我先讀。咁第二版咧，我就想請弟兄姊妹幫我讀出嚟。耶路撒冷王亞多尼洗德聽見約書亞奪了艾城，徹底毀滅，處置艾城和艾城的王，像處置那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一樣。又聽見基遍的居民與以色列人立了和約，住在他們中間。耶路撒冷人就很懼怕，因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京城一樣，比艾城更大，並且城內的人都是勇士。耶路撒冷王亞多尼洗德派人去見希伯倫王何咸、耶末王比蘭、拉吉王亞菲亞和伊基倫王底璧，說：
於是約書亞和所有跟他一起作戰的士兵，以及大能的勇士，從吉甲上去。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不要怕他們，因為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裏，他們沒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約書亞就連夜從吉甲上去，猛然襲擊他們。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給以色列人的那一日，約書亞向耶和華說話，在以色列人眼前說：太陽啊，停在基遍；月亮啊，停在亞雅倫谷。太陽就停住，月亮就止住，直到國家向敵人報仇。之前咧，約書亞記第9章咧就講到基遍人咧，佢哋認信上帝，知道上帝將整個迦南地咧會賜俾以色列人嘅。咁佢哋好驚啦，佢哋好驚會好似耶利哥啊，又或者艾城咁樣被滅，於是就用詭計去欺騙約書亞同埋以色列人。寧願永遠做以色列人裏邊嘅僕人啦，為上帝嘅殿呢做劈柴挑水嘅工作。基遍呢好成功啊，呃到以色列啊，能夠同以色列人呢訂立和約，保存咗自己嘅生命。不過嚟到第10章，剛才呢我哋所讀嘅15節裏邊嘅經文呢，我哋可以歸納將佢咧就分開3個小段落咧去睇。同基遍人嘅比較咧，有另一班人同樣聽到上帝為以色列人打勝仗，亦都知道基遍人咧會歸順，同以色列人立約。呢5個國家咧係以耶路撒冷王為首，屬於亞摩利人嘅迦南人，佢哋感覺到威脅啊，好驚。佢哋怕啲咩呢？我哋唔好咧，因為基遍人咧，佢哋用詭計去求和咧，我哋就以為佢哋所謂咩好弱雞啊！基遍咧其實係由4座大城咧合組而成嘅一座嘅大城，就好似我哋而家所謂嗰啲京城啊、首都一樣。城入邊嘅居民呢，其他嘅迦南人係會用勇士咧嚟到稱呼佢哋。而且基遍咧，佢嘅地理位置咧，同耶路撒冷咧相距只係10公里啊！即係有時我哋講話咩跑10K 啊！所以耶路撒冷咧附近一帶嘅迦南人咧，佢嘅懼怕咧，其實都好符合情理嘅。不過咧，仲有另一個非常重要嘅原因。第10章嘅第1節裏邊話，耶路撒冷王亞多尼洗德聽見約書亞奪了艾城，徹底毀滅啊！係啊，佢哋聽到咧，要徹底毀滅佢哋，要好似艾城同艾城嘅王咁樣處置耶利哥同耶利哥王一樣。迦南人對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嘅嘢要徹底毀滅咧，佢哋聽得好清楚。耶利哥同埋艾城被滅咧，係最有力嘅一個嘅證明。以色列人佢哋聽從神要徹底毀滅呢個命令咧，亦都正正係基遍決定用詭計去保命嘅原因。
嗱，事實上徹底毀滅咧，呢一個亦都係約書亞記入邊一個其中涉及到聖潔呢個重要主題，一個好重要嘅字眼。呢個字咧，同第7章亞干事件所謂裏邊嘅當滅之物咧，其實係同一個嘅字嚟嘅。作為動詞，可以翻譯做徹底毀滅。徹底毀滅唔係只係停留喺意識形態。係啊，聽完就算，而係一個堅持同埋持續嘅行動。如果作為一個名詞，就可以翻譯做當滅之物，係指到呢啲物件呢係全然屬於上帝，只能夠歸於耶和華。人呢唔可以使用啦、擁有啦，亦都永遠唔可以攞翻，或者用任何方式咧贖翻都唔得。所以徹底毀滅呢個字咧，喺舊約嚟講咧，出現咗79次。約書亞記咧，其實就有27字，超過1/3，可以反映到咧，呢一個咧係約書亞嘅一個好重要嘅主題。我哋翻嚟第10章，呢群懼怕將被徹底毀滅嘅迦南人，選擇咗同基遍完全唔同嘅策略。佢哋就結成聯盟，發動戰爭，就開展咗一連串戰役。之前約書亞記裏邊嘅作者咧，就重新再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概念——聖潔嘅概念。上帝嘅百姓以及迦南人咧，其實佢哋個個都好明㗎。上帝賜福俾流奶與蜜之地俾以色列人咧，以色列民亦都必須遵從上帝呢個嘅吩咐，將迦南徹底毀滅。呢個係唔可以容讓迦南人佢哋嘅信仰啦、文化、價值觀咧去傳流，否則咧就會引誘以色列人離開上帝。大家唔知認唔認得相片裏邊呢一棵係啲咩植物咧？佢叫做微金菊。我咧之前咧冇諗過，原來植物咧都會有分開有益或者有害嘅。2020年咧，漁農處就推出一個清除微金菊嘅行動，要徹底毀滅呢啲微金菊。因為咧，作為一啲嘅攀爬嘅植物咧，佢會攀附喺其他植物裏邊去生長嘅。嗱，為咗去攞到最多嘅陽光，微金菊咧就會鋪滿晒成棵佢嘅主體植物當中，以至到主體植物裏邊咧唔夠陽光嘅話咧，就會窒礙佢哋嘅生長啦。而且咧，微金菊咧仲會產生一種咧化學嘅物質，抑制住主體植物裏邊咧佢嘅種子發芽嘅。單單去睇微金菊嘅外表啦，又或者聽佢個名咧，可能我哋都未必咧可以想像到佢有咁大嘅威脅。嗱，植物咧就有分有益或者有害啦。我哋處身喺呢個世界嘅文化咧，喺主流社會裏邊佢嘅價值觀咧，同樣可以帶嚟有益或者有害啊。神吩咐要徹底毀滅、永獻當滅之物咧，佢嘅旨意咧係要叫到人去留心，唔好從個人裏邊我哋嘅喜好啦、我哋嘅想望啦，去決定乜嘢係好啊。我哋要謹慎我哋自己有冇遠離到上帝啦。我哋要提防嗰啲被誘惑啦、損害我哋同上帝關係嘅一啲嘅嘢。以色列人咧、迦南人咧，佢哋都好清楚嘅。佢哋明白咩叫徹底毀滅。我同你又明唔明咧？我哋又願唔願意徹底毀滅一啲叫到我哋遠離上帝嗰啲嘅誘惑咧？第二部分咧，6到11節咧，係記述耶和華同約書亞嘅合作，上主同人一齊同工，為以色列人作戰呢一份嘅親密關係。我哋先睇第6節啦。
耶路撒冷王為首嘅5個皇帝聯盟啦，佢哋集結安營，要攻打基遍。基遍人呢就派人去到吉甲，向約書亞求救啦，請求支援。短短嘅一節聖經裏邊呢，用咗8個嘅動詞，我用紅色嘅字眼呢去標示出嚟啊。嗱，裏邊呢好情詞迫切。可以想像到當時咧嗰個形勢咧係非常非常嘅危急，時間咁急，其實基遍人可以好似上一次去以色列人一樣㗎，假裝同佢哋求和咯，起碼可以 buy time 拖延到一啲時間係嘛？但佢哋冇啊，只係一心一意趕緊嘅去尋求約書亞，請求支援。表達住佢哋信任以色列人，不過或者更加準確嘅咧，係佢哋相信以色列人背後嘅耶和華咧，必然嘅係會拯救佢哋。至於以色列人呢一邊咧，當約書亞收到基遍人嘅求救，佢哋冇因為之前被基遍人呃咗就幸災樂禍，放慢動作啦，又或者全心咧借住5軍聯盟咧去攻擊欺騙。以色列人佢冇咁做啊，相反嘅，約書亞就即時聯同所有作戰嘅士兵，所有嘅大能勇士，好快速咁樣從吉甲趕去支援。約書亞啦，以色列人啦，用行動嘅去展示出佢哋願意承擔曾經喺耶和華面前裏邊佢哋嘅同基遍立嘅盟約。約書亞同以色列人呢份基於信仰嘅立場，願意承擔嘅勇氣咧，就得到上主裏邊嘅肯定。耶和華佢話唔使怕佢哋嘅，我已經將佢哋交喺你嘅手裏邊。上主佢更加承諾，佢已經出手啊！咁上主點樣為以色列人作戰呢？第10節裏邊呢，和合本嘅翻譯咧就係咁樣嘅：耶和華使佢哋喺以色列人面前潰亂，約書亞喺基遍大大擊殺佢哋，喺伯和倫嘅上坡路裏邊呢，就追趕佢哋，擊殺佢哋啦，直到亞西加同馬基大。呢一節咧希伯來文裏邊嘅表述咧，其實有少少特別嘅。4個動詞入邊咧，只有潰亂咧係明確注明主語係耶和華，即係話係耶和華佢自己講。另外嘅3個動詞啦，擊殺、追趕，第2個擊殺咧，佢哋嘅主語喺希伯來文裏邊咧，只係用一個代名詞他咧去表達嘅。咁呢個他係邊個？係邊個喺度擊殺、追趕？第2次嘅擊殺咧，中文聖經嘅譯本咧，大部分都係用好似和合本呢個咁嘅翻譯。不過英文聖經裏邊咧，會有好多唔同嘅版本，亦都有唔同嘅翻譯。我咧就參考好多聖經學者裏邊嘅解釋，大家咧都好一致啊，同意咧講緊嘅地方係上主同人合作呢個焦點。係上主要為以色列人作戰，不過其中黃家良博士咧，佢更加根據呢幾個動詞嘅文法啦，同埋聖經喺唔同地方嗰個運用啦，就指出約書亞記作者容讓經文咧係有多重意義，刻意表達耶和華嘅作為同人嘅作為咧係有一份好密切嘅關係。即係耶和華使到亞摩利人聯合嘅軍隊潰亂，上帝同以色列人一齊追趕同埋擊殺佢哋。嗱，呢一個理解咧，其實亦都好吻合住第11節裏邊話，以色列人喺佢哋喺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啦，喺伯和倫落斜坡嘅時候咧，耶和華從天上降下冰雹。即係降下一啲嘅原文話大石頭啦，喺佢哋身上。第6節到第11節咧，
作者佢敘述住基遍、約書亞、上帝佢哋三方面裏邊嘅對話同行動，目的係俾讀者認出上主同人呢嗰份嘅同在。我哋每一日我哋嘅生活呢，雖然有一啲嘅片段呢會讓我哋嘅心消化，但耶和華上帝卻係同我哋一齊嘅同工。佢同我哋嘅關係呢係好密切嘅。呢一份密切呢，絕對唔會因外在環境嘅變化呢而消失。我諗雲上太陽呢一首嘅詩歌呢，我哋都好有印象。其實佢亦都好切合住我哋呢2個禮拜我哋外邊嘅天氣。嗱，出邊呢不停咁樣落雨啦，甚至有黃雨啊、雷雨啊。只有好少時間呢，我哋睇到點點嘅陽光。不過我哋知道，雲上嘅太陽呢仍然喺度嘅。當我哋遇到呢個世界有時好殘酷，我哋工作啦，我哋嘅身體啦，有機會出問題，可能係我哋自己，可能係我哋屋企人，我哋認識嘅弟兄姊妹、朋友、同事，有時可能都會讓我哋個心呢，好似基遍人咁樣，好心急。我哋好迫切咁樣呢，去尋求支援。又或者我哋可能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好心急咁樣去陪伴經歷呢啲憂患嘅人。我哋好想咧去做一個 support， 做一啲嘅支援。不過喺咁危急困苦入邊，我哋係咪仍然都相信雲上太陽呢？我哋係咪都同樣睇得到上帝同我哋一齊嘅作戰？佢同我哋同工呢？沙灘捉人嘅畫面呢，我哋好多時都會聽過，亦都好深刻。沙灘上邊究竟有幾多對嘅足印呢？係咪只係當我哋喺患難嘅時候，我哋好期待嘅就係主抱起我哋嗰一雙剩低喺沙灘裏邊嘅一雙足印？抑或係有主同你一齊同行同工兩雙嘅足印？又或者會唔會係我哋同主一齊行，整個群體一同體驗同神同工好多嘅足印？願意咧，我哋都帶住一份嘅勇氣，陪伴同鼓勵我哋身邊嘅人，又望得到上主同我哋同工，一齊合作去完成佢呼召我哋喺呢個嘅崗位當中去承擔嘅地方。最後呢個小段落裏邊嘅結束部分呢，就提到日月停止呢一個天文嘅現象。當以色列人同亞摩利人佢哋好激烈嘅戰鬥，約書亞呢就當住以色列人嘅面前向耶和華說話：太陽啊，停喺基遍；月亮啊，停喺亞雅倫谷。太陽就停住，月亮就止住，直到國家向敵人報仇。約書亞呢幾句嘅說話呢，係用一個詩歌體嘅題材咧去講出嚟嘅，用太陽同月亮嘅天象情況咧，形容呢一場嘅戰爭。大部分聖經學者裏邊咧，對日月停止嘅解讀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解釋嘅。不過咧，我哋可能先要問咧，就係呢度日月係指真正嘅日頭月亮咯，還是採用一個詩歌嘅題材，用日月嚟比喻呢一場嘅戰爭？日月各樣嘅天象，我哋都好明嘅。上帝佢掌管，上帝掌管呢個日月星辰，係啊，可以係任何情況都可以做得到。不過喺呢一度裏邊呢，我哋留意到基遍嘅地理位置呢喺東邊，亞雅倫谷呢
就喺西邊，太陽停喺基遍，月亮停喺亞雅倫谷咧，就顯示住呢個係早晨日出同埋月落嘅時間。日光底下，約書亞佢冇必要即時叫日頭停止，又或者所有學者都認為嘅，約書亞發出呢一首嘅詩歌咧，目的係咪表達一種嘅要求呢？雖然唔同學者佢哋有唔同嘅解釋，不過太陽月亮咧，彷彿就係站喺耶和華嗰邊。呢一個咧，大家都好渴望、好相信，亦都可能係約書亞裏邊佢就係咁樣嘅提出，以至到能夠協助以色列人可以去攻擊住敵人，同時間亦都表明住上帝喺當中裏邊嘅參與，讓以色列人行軍可以好順利，喺月色底下咧，連夜從吉甲咧去趕到去基遍，戰役咧以至到喺日落嘅時候咧就完結啦。以色列人可以喺日頭照耀底下一鼓作氣咁樣去打敗敵人。另外咧，日月停止咧，仲有另一個嘅意義喺度，係顛覆緊迦南人咧佢哋對天象裏邊一啲嘅睇法。呢幾張嘅圖片咧係嚟自迦南夏瑣呢個嘅地方發掘出嚟嘅，係一個敬拜月神嘅神廟。嗱，事實上唔少地區嘅人咧都會拜日月星辰，視佢哋係一啲神明。但上帝喺呢度正正係要更正呢一種世俗世界裏邊嘅認知。日月星辰咧都只係受造物嘅，上主佢掌管嘅，全部都喺上帝佢嘅旨意底下去發生。日月停止呢個奇事咧，其實係更加提醒住以色列人，唔單止喺政治裏邊去攻佔呢個國家，更重要咧係信仰同價值文化裏邊咧要分別出嚟，唔好陷入佢哋呢啲邪惡啦、拜偶像裏邊嘅風俗同埋罪惡當中。所以呢一場戰役，又或者約書亞記咧，係講述緊一個反抗主流罪惡風俗嘅故事，亦係鼓勵住以色列民唔好懼怕，唔好驚惶，去追求信任上主嘅應許咧，先至係佢哋要行嘅出路。今日咧有啲咩文化價值觀需要你同我去對抗啊？啱啱過去星期三嘅祈禱會咧，其中我哋有為到日本祈禱，提到日本咧有一個叫做社畜文化。啊，好多人咧都係視加班咧係正常嘅，工作底下人咧就變成一啲好似牲畜，只係被公司咧去奴役，大家都唔敢發聲。嗱，與此同時咧，日本咧亦都有一個叫做躺平簡居族嘅，指出留喺屋企裏邊咧超過半年以上啊，唔做嘢、唔返學、唔社交嘅年輕人咧，佢哋估計咧簡居族超過60萬。嗱，兩種文化咧，其實都呈現住一種嘅病態。不過我哋會問，點解會有社畜文化？點解會有簡居族咧？神造人嘅形象咧，本來係好嘅，邊個使到呢個世界病咗咧？點解我哋成日新聞裏邊聽到唔同地區有戰爭？點解會有好嚴重嘅貧富懸殊咧？啊，點解我哋返工辦公室會有一啲阿諛奉承嘅一啲嘅文化？因為有一啲既得嘅利益者。如果聖經教導我哋要從世界主流嘅風俗文化分別出嚟，甚願我哋都能夠喺一個上主創造嘅天地入邊
我哋能夠剛強壯膽。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先踏出我哋自己嗰一步，一齊建構一幅群體共同體驗同上帝同工呢個沙灘足印嘅畫面。上個禮拜咧，新聞入邊有一單咁嘅報導，就講到貨櫃碼頭咧首次跌出10大。我記得咧，我細細個嘅時候讀書咧，香港咧其實都好標榜啦，好覺得好榮幸。香港係一個深水港，貨櫃吞吐量咧經常排世界裏邊第一。我認識有一位從事呢個行業嘅弟兄，好幾年前裏邊佢公司咧其實已經預計貨櫃行業咧會越嚟越差，所以好幾次咧都提議佢會唔會調翻去大陸啊？又或者今次裏邊咧取代香港晉升到第10位嘅杜拜咧，調去杜拜去做嘢啦咁。公司同佢講，嗰啲地方咧嘅工作發展啊、機會啊同埋前途咧都會比較好嘅。弟兄咧好知道，亦都好認同公司裏邊咧嗰份嘅分析。佢亦都好感激對佢嘅上司俾佢嗰啲嘅提攜啦、安排啦。不過佢考慮到咧係要同屋企人分隔兩地，加上咧大陸咧都會有好多應酬，環境聲色犬馬。雖然留喺香港咧，面對緊嘅可能係夕陽嘅行業，公司將來咧會唔會有大裁員咧都唔知。但佢領受，佢從信仰領受咧就話要信仰行先，所以1次、2次、3次，佢都婉拒公司俾佢呢份嘅機會。弟兄裏邊呢個選擇咧，主流文化入邊咧，可能都會覺得佢好傻噶。但佢知道咧，生命就係要見證主。如果跌落一啲引誘，就唔能夠傳揚上主嘅名。傳揚我哋今年其中一個主題，傳揚咧係一個動詞嚟嘅。唔停留喺思想裏邊嘅層次，信心冇行為咧就係死嘅。傳揚係要同呢個世界嘅文化咧分別出嚟。我哋要抗衡嗰啲阻礙我哋同主建立一個好盡心關係嘅一啲嘢，我哋都要去排除佢哋。按住基督教信仰裏邊嘅教導啦，我哋都好想渴望嘅就係同呢個主流文化可以抗衡。不過咧，抗衡呢啲主流文化咧，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同樣嘅，讓我哋記得10章25節裏邊，約書亞對一班以色列人講：你哋唔使驚，唔使驚惶，當剛強壯膽。因為耶和華必這樣處置你們要攻打嘅所有仇敵。我哋嘅仇敵係咩？會唔會就係呢啲主流敗壞緊嘅一啲嘅文化呢？世界會唔會好多無形嘅一啲嘅價值呢？慢慢滲入我哋當中，我哋有冇自覺呢？約書亞記裏邊，上帝就以佢掌管嘅冰雹、太陽、月亮咧，為以色列人作戰。我哋咧都能夠去驚嘆咧佢嘅力量、神嘅恩典。過去上帝咧會咁樣看顧住佢嘅百姓，今日佢同樣都會咁樣去幫助我哋呢班屬於佢嘅子民。願我哋留心啦，留心呢個世界當中咧，有冇啲乜嘢嘢係唔符合聖經？我哋係需要唔被佢哋去慢慢麻痹我哋嘅咧。願意咧，我哋都能夠徹底毀滅，獻上當滅之物呢份嘅心，願意對抗呢個世界引誘我哋偏離主嘅文化。願意我哋咧，我哋能夠我哋喺我哋嘅家庭、我哋嘅仔女、老闆、同事、弟兄姊妹嘅面前，
我哋都能夠用生命去見證佢，去傳揚佢。邀請大家有少少安靜嘅時候啊，我哋去諗一諗，今早裏邊聖靈有冇俾我哋留心到，我哋有冇啲咩地方要對付嘅咧？呢個世界，呢個文化裏邊俾我哋衝擊，我哋有冇留心在意？我哋有冇啲決心可以從呢個世界呢啲唔好嘅文化去分別出嚟？我哋有少少安靜。